大家好，今日我哋聚埋一齊係要思想親密嘅關係。其實最根本嘅起點係我哋同神嘅關係。聖經話：你們親近神，神必親近你們。不如我哋俾一段安靜嘅時間，將我哋自己帶喺神嘅面前，去經歷下同佢嘅同在。在你跟前，再不拖延，願擺脫舊我的污穢弱點，自知拖欠，搖動了信念，望你施恩寬恕改變，在你跟前獻出忠誠，願將你導引的方向認清，用心傾聽，重拾我使命，願與基督心意和應。我哋俾一段好靜嘅時間，將你心裏面可能有一啲說話想同神講。神啊，點解你會將我帶到嚟呢一個講座裏面？希望你可以臨在我哋嘅當中，去教導我哋，打開我哋嘅耳仔，打開我哋嘅心，去接受聆聽你嘅話語。我哋嘅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Amen。在你跟前，再不拖延，願擺脫舊我的污穢弱點，自知拖欠，搖動了信念，望你施恩寬恕改變，在你跟前獻出忠誠，願將你導引的方向認清，用心傾聽，重拾我使命，願與基督心意和應，在你跟前獻出忠誠，願將你導引的方向認清，用心傾聽，重拾我使命，願與基督心意和應。當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其實我哋唔係因為我哋配得，而係因為主已經喺我哋嘅已經成就咗呢個救恩。約翰一書4章19節裏面話：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就讓我哋帶住感恩嘅心去回應佢嘅愛，你成就救恩。是你令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就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當敬拜，歡呼歌唱傳述
救主，耶穌你是王，是你零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就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同讚你耶穌的聖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同讚你耶穌的聖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弟兄姊妹，主為我哋成就咗救恩，唔係一時嘅衝動，而係一份到底都唔會放棄嘅愛。正如腓立比書1章6節話：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無論我哋今日喺關係入邊，我哋有幾咁脆弱，有幾咁掙扎，神從來都冇放棄過我哋，因為佢嘅堅持，所以我哋可以繼續行落去。就讓我哋帶住呢份信心，一齊去宣告回應佢，好嗎？我哋一齊起身唱呢首歌，因你堅持。主，我為你傾，懇請開我眼睛，獻上至美之城，實踐寶貴使命，願見國度擴張，收取莊稼理想，撇棄這生貪愛，願背十架踏上，全為你突破自我，釋去生命怯懦，急快上，心思意念未怕崎嶇痛楚，寒夜裏有你渡過，堅固生命居所，的足我這救贖，讓我付上更多。今生因你堅持，貧困瞎眼你醫治，今天差遣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放火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奉上，永遠盡意。主，我為你傾，懇請開我眼睛，獻上至美之城，實踐寶貴使命，願見國度擴張，收取莊稼理想，撇棄這生貪愛，願背十架踏上，全為你突破自我，釋去生命怯懦，急快上，心思意念未怕崎嶇痛楚，寒夜裏有你渡過，
所，慶祝我這救贖，讓我付上更多。今生因你堅持，貧困瞎眼你醫治，今天差遣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歡呼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奉上，永遠盡意。今生因你堅持，貧困瞎眼你醫治，今天差遣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歡呼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奉上，永遠盡意。是他的愛，最深的愛，永生主把我更新變改，讓他的真愛熱戀心中在，從今跟主不同。曾為我死，承擔千般罪，他的愛把所有罪疚消除，情願捨身釘破身軀，苦痛為我面對。嘗盡痛楚，流過多少淚，主將愛深深放在我心裏。明日靠主，不變應許，苦惱愁緒盡去。是他的愛，最深的愛，永生主把我更新變改，讓他的真愛熱戀心中在，從今跟主不同。是他愛最深的愛，永生主把我更新變改，讓他的真愛熱戀心中在，從今跟主不同，讓他的真愛熱戀心中在，從今跟主不同。Amen， 各位請坐。咁我將以下時間交翻俾牧師。好多謝敬拜隊嘅帶領，一路唱詩歌嘅時候呢，心裏邊有一份好大嘅感動。當我哋今日講親密關係嘅時候，坦白咁講，耶穌係我哋最好嘅榜樣。唔單止係愛，好似係一個講感受、講感覺咁簡單，卻係為我哋死在十字架上邊，為你、為我每一個人嚟到去委身擺上。呢個係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好重要嘅提醒。嗱，今日同大家分享雅歌書第一講嘅信息，
有冇弟兄姊妹你有讀過雅歌書㗎，或者讀得完雅歌書㗎？請你舉一手好嘛？哇，原來都大家讀完喎。記唔記得雅歌書講啲乜嘢嘢啊？愛情咯，係嘛？跟住就唔係好噏得到啦，有時候係咪？嗱，今日同大家睇第一章少少嘅聖經。如果你有聖經咧，請你打開雅歌書第一章。我哋會睇第一章第1至到第4節，同埋第2章第7節。第2章第7節。雅歌1章1至4節。所羅門的歌是歌中嘅雅歌，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嘅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他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2章第7節。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嗱，雅歌書咧，其實唔係一卷好容易去明白嘅書卷嚟㗎。嗱，點解咁講呢？因為喺整卷雅歌書裏邊有好多用字遣詞咧，其實都好深嘅。有舊約嘅學者就話俾我哋知咧，喺雅歌書咁多章聖經，總共有117節經文裏邊咧，嗱，呢117節經文有49個字咧喺舊約裏邊只係出現過一次，啊，並且佢哋嘅意思咧都唔容易掌握嘅，所以話雅歌好難讀。第二個問題係，到底我哋點樣去詮釋雅歌咧？係預表啊？基督同教會，我哋都聽過㗎呢啲預表嘅講法，亦話係實意按住字面嘅解釋，男女之間嘅愛情關係，甚至可能你聽過有啲靈意解經添㗎，係嘛？你可能聽過嘅。咁當然我哋今日講夫婦講座，咁所以我哋會傾向咧用大部分學者所用嘅進路，用實意嚟到去解經嘅。第三個問題。點解雅歌咁難？到底我哋點樣能夠從雅歌書裏邊帶出一啲屬靈嘅教導呢？嗱，坦白咁講，如果你睇過成卷雅歌書嘅時候，你就發覺整卷書裏邊咧，其實係冇任何宗教上邊嘅名詞啊、術語啊冇㗎。並且整卷書咧都冇提到上帝㗎。所以呢個係66卷正典裏邊咧其中一個雅歌書好特別嘅地方嚟㗎。點樣引申落去屬靈嘅教導？呢個係我哋要面對雅歌書嘅問題。嗱，雅歌書嘅問題都好複雜㗎。大概6年前我寫咗本書㗎，喺出邊你有興趣去買啊？要支持下出版事業，如果唔係就好艱難㗎啦。而家雅歌書第一章第1節，所羅門的歌是歌中嘅雅歌。嗱，要明白整卷雅歌書咧，第1節呢一個標題係一個好重要嘅切入點嚟嘅。點解咁講呢？呂振中譯本佢就將第1節咧咁樣譯，佢譯做咧萬歌之歌，即是所羅門之歌。The Message Eugene Peterson 咧佢嘅翻譯係咧 The Song Best of All Songs Solomon's Song。嗱，呢一節聖經好重要嘅。點解咁講呢？因為咁唔係因為佢話俾我哋知到底雅歌嘅作者係邊個咁簡單。嗱，事實上咧，雅歌書嘅作者係唔係所羅門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不過我哋唔喺呢度討論。呢一節聖經嘅重要係佢帶出咗2個好有意思嘅指引，係引導我哋嚟到去繼續讀落去嘅2個好重要嘅方向嚟㗎。嗱，不過我哋好多時候都忽略咗呢2個指引，冇去好仔細去睇係乜嘢呢？第一方面，所羅門的歌，半節聖經
其實可以有好幾個唔同嘅解釋㗎。你睇 PowerPoint 你見到㗎啦，或者你手上嘅 notes 你會見到㗎啦。可以解做咧為所羅門所作嘅歌 for， 可以解做咧給所羅門嘅歌 to， 或者咧可以解做咧屬於所羅門嘅歌 belonging to， 有關所羅門嘅歌 concerning， 甚至解做咧所羅門所作嘅歌 by Solomon。 好幾個唔同解釋。嗱，不過弟兄姊妹，問題係乜嘢嘢呢？問題係我哋因為咁多唔同解釋嘅緣故，我哋好容易就會將個焦點咧放咗落去呢啲解釋，以致到我哋轉咗入去一個問題係乜嘢呢？咁到底雅歌係唔係所羅門寫嘅呢？但係我哋卻忽略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聖經嘅作者喺一卷書卷嘅開頭就提及到所羅門嘅名字，背後其實有乜嘢目的呢？有咩意義呢？嗱，透過咁樣嘅一個表達咧，雅歌嘅作者其實佢好刻意咁樣將呢卷書同所羅門聯繫起嚟嘅，好有意咁樣嚟到去喺我哋進入雅歌之前呢，就使我哋想起咗所羅門。我唔知道當我講所羅門，你諗起嘅係啲乜嘢喎？啊，當我哋一講所羅門嘅時候，你腦海出現嘅係啲乜嘢嘢呢？係所羅門建聖殿嘛？係所羅門時代嗰種嘅強大嘛？嗱，唔係，通通都唔係。咁係乜嘢呢？嗱，如果你手上有聖經呢，我哋要揭一揭聖經。請你揭一揭去啦，列王紀上嘅11章。列王紀上11章第1至到第4節，所羅門王在法老的女兒以外，又寵愛許多外邦嘅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亞捫女子、以東女子、西頓女子、赫人女子。論到這些國的人，耶和華曾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不可與他們往來相通，因為他們必誘惑你們的心去隨從他們的神。所羅門卻戀愛這些女子。所羅門有妃700，都是公主，還有嬪300。這些妃嬪誘惑他的心。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不效法他父親大衛，誠誠實實地信服耶和華他的神。4節聖經咧，我唔知道係所謂嘅紅顏禍水啊，抑或應該係色字頭上一把刀嚇。嗱，不過弟兄姊妹，無論如何，4節聖經所羅門嘅感情生活或者婚姻嘅生活咧，亂過打仗㗎。咁你話唔係啊？牧師做王啊嘛，係咪？後宮佳麗3000係等閒事，有冇背過唐詩啊？後宮佳麗3000人，3000寵愛在一生。你話好小事啫，係弟兄姊妹，你可以咁講嗱。不過將異性嘅關係同政治、同經濟，甚至同軍事嚟到去掛鈎咧，咁又點呢？我哋再睇多一節聖經好冇？列王紀上第3章，列王紀上嘅第3章第1節。列王紀上3章第1節話：所羅門與埃及王法老結親，娶了法老的女兒為妻，接他進入大衛城，直等到做完了自己嘅宮和耶和華的殿，並耶路撒冷周圍的城牆。讀得明嘛？冇關乎雅歌書裏面我哋好熟嘅一節金句呢，其實好可能就係對於所羅門佢嘅婚姻戀愛關係一個好直接嘅當頭棒喝。8章第7節，雅歌書8章第7節，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嘅財寶換愛情，就全被藐視啊！所以舊約學者話呢一節聖經正正就係對所羅門王嘅當頭棒喝啊！冇怪乎
冇關乎呢一句所羅門的歌，對於我哋嚟到去了解雅歌係咁重要嘅一件事。聖經一開始就要我哋知道呢個故事，呢個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1節嘅下半節，下半部分話是歌中的雅歌。嗱，是歌中的雅歌又係乜嘢意思呢？喺希伯來文嘅聖經裏面呢，呢半節經文係用咗一種所謂最高級嘅表達啊。點解呢？嗱，譬如我哋成日都講會幕中嘅至聖所啊，the Holy of Holiness 啊，就係咁樣嘅表達嚟。或者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你聽過嗬？ The King of Kings, the Lord of Lords， 嗱，就係咁樣最高級嘅表達嚟㗎。歌中嘅雅歌 ，the Song of Songs， 係最高級嘅表達。嗱，透過咁樣嘅表達啦，聖經嘅作者要話俾我哋知，呢一首係一首超越咗世上所有嘅歌曲，係最美麗嘅歌曲嚟㗎。下半部分就係咁嘅意思。弟兄姊妹，雅歌書嘅第1章第1節，你讀得明聖經作者要講乜嘢嘛？雅歌嘅作者，佢一開始嘅時候，好刻意咁樣令我哋聯想起所羅門王對愛情同埋婚姻裏邊嗰種嘅混亂，同時亦都唔單純嘅一個觀念。不過聖經作者呢，佢同時候又刻意咁樣喺呢一度強調呢一首係一首愛情同埋婚姻最美麗嘅歌曲。嗱，你諗深一層啊，弟兄姊妹，矛唔矛盾啊？第1節其實已經係好矛盾嘅一個嘅表達嚟㗎啦。嗱，換一句講法咧，即係所羅門嘅愛情故事係愛情故事之中最美麗嘅。你明個意思啊？所羅門嘅愛情同婚姻係唔係最美麗㗎？當然唔係，當然唔係。聖經作者透過第1節呢一度咁樣嘅表達，佢其實係要我哋透過雅歌書嚟到去睇清楚人世間嘅男女愛情其實係點樣嘅一回事嚟嘅。弟兄姊妹，雅歌第1章第1節已經好精彩，你明我意思嘛？雅歌以所羅門嘅歌揭示咗人性嘅裏邊對於愛嘅混亂同埋試探，同時間呢，佢亦都宣告緊愛情本身嘅尊貴同埋美善。婚姻唔係一種要去隨從情慾或者功利嘅關係，卻係需要喺上帝嘅面前被潔淨同埋重整嘅一個盟約嘅關係。弟兄姊妹，雅歌書裏面對於婚姻嘅尊貴同埋美善，嗱，事實上呢，正好係要去扣連去到創世記嘅記載。你有冇諗過雅歌嘅故事係同創世記嘅故事連結起嚟啊？從創世記嘅角度嚟到去睇，上帝喺創造咗人類之後，要人類能夠享受婚姻關係嘅喜悅同埋滿足。嗱，所以當創世記第2章裏邊，亞當，你記得嘛？亞當高呼這是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嘅時候，嗱，佢正好就係為上帝所預備俾佢嘅妻子夏娃嘅出現，同埋介入喺自己嘅生命裏邊而感到歡喜、感到快樂㗎，因為上帝賜俾佢同伴，並且係完全屬於佢嘅同伴。有舊約嘅學者就咁講，佢話雅歌咧猶如伊甸嘅實例，解釋咗創世記第2章並冇涵蓋到嘅細節，更進一步嚟到去發展伊甸之愛，使人可以喺婚姻之中咧享有呢一種無私
相互和諧甜美嘅愛。係㗎喎，創世記2章結尾講緊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就冇啦，然後第3章就係犯罪啊嘛，係嘛？嗰度嗰個轉變咧，第2章同第3章嘅轉變咧，好360度㗎，完全係。第2章嘅美好喺邊度揾到啊？雅歌書，雅歌書。弟兄姊妹，對於我哋要去讀明雅歌書，嗱咁樣係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嚟㗎。係雅歌，如果你讀過下嘅話，你就知道喺裏邊咧，其實唔缺乏一啲相當露骨嘅描述嘅。我哋亦都的而且確可以對雅歌有好多唔同角度嘅詮釋。但係假如我哋將呢一卷書放置喺創世記2章25節所描述嘅嗰個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嘅處境裏邊嘅話呢，嗱我哋就明白點解雅歌會係最美麗嘅歌曲。你明我意思嗬？因為佢背後所要表達嘅，正好就係呢一種好單純、好親密、好溫馨而又好和諧嘅關係。關係可以係咁噶，其實關係可以係咁噶，一啲都唔色情噶。只不過問題出喺邊一度呢？問題在於喺伊甸園外嘅你同埋我哋都習慣咗以一種咧創世記第3章第7節所講，記唔記得講咩啊？他們二人嘅眼睛就明亮，才知道自己係赤身露體嘅，便拿無花果樹嘅葉子為自己編造裙子。我哋習慣咗用呢一種眼光嚟到去睇呢卷書，係乜嘢眼光啊？係一個犯罪墮落，同時亦都係一個已經扭曲咗嘅兩性關係嘅角度嚟到去睇雅歌。點樣可以詳細去理解創世記2章25節嘅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呢一個主題呢？雅歌2章第7節，耶路撒冷嘅眾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嘅母鹿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你記得鄭秀文有首歌叫做《不要驚動愛情》嘛？我估係嚟自呢一度嘅所根據嘅嗰個主題。雅歌書2章7節，呢一節經文喺整卷雅歌裏邊咧出現咗3次。除咗呢一度之外咧，另外嘅2次咧，分別係3章第5節。3章第5節，耶路撒冷嘅眾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嘅母鹿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第3次呢，喺8章嘅第4節，耶路撒冷嘅眾女子啊，我囑咐你們，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3次嘅出現，唔同嘅地方係乜嘢呢？唔同嘅地方係喺第8章嗰度呢，並冇我指着羚羊或田野母鹿呢一句嘅短語。有舊約嘅學者呢，就將呢3節聖經呢，成為咗雅歌3個好重要嘅分段。到底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一節聖經呢？2章7節啦，和合本聖經喺2章7節亦做囑咐，亦做囑咐呢個字。希伯來文嘅原文嘅意思呢，其實係發誓。唔單止係囑咐，係發誓嘅意思。喺希伯來文嘅語法上邊呢，呢一度其實係女主角好慎重咁樣嚟到去要求耶路撒冷眾女子去到發誓，並且係一個咧好緊急嘅要求嚟㗎。不過弟兄姊妹，奇怪嘅係點解係指住羚羊或者田野嘅母鹿嚟到去發誓呢？我哋唔明白嗬。咁係一個好奇怪嘅意思嚟㗎。同時間係乜嘢令到女主角要咁急有一個咁樣嘅呼籲呢？希伯來文裏邊咧，羚羊呢一個字呢，佢嘅發音
同萬軍之耶和華裏邊嘅萬軍呢，係同音同字，但唔同意義嘅字嚟㗎。明白我意思嗬？而田野嘅母鹿同希伯來文嘅全能者咧，呢一個字呢係諧音嚟嘅。嗱，換句話講咧，雅歌嘅作者雖然佢並冇直接提及到上帝嘅名字，但係佢卻用咗呢一種好隱藏嘅手法，將上帝嘅名字放咗喺裏邊，暗示緊係靠住上帝嘅名嚟到去起誓㗎。嗱，不過仲有另一個意義喺裏邊嘅。喺古代嘅時候咧，羚羊同埋田野嘅母鹿咧，其實亦都象徵住咧愛嘅女神。根據敍利亞、埃及啊或者亞述啊，佢哋一啲嘅文獻話俾我哋聽咧，當時候嘅各種嘅印章咧，都可以見到羚羊啦同埋母鹿，係加上咗女神像嘅，比喻緊愛情嘅熱情。嗱，女主角喺呢度並冇叫耶路撒冷嘅女子直接用上帝嘅名字嚟到起誓，佢反而用咗象徵愛情嘅兩種動物，使到呢一句呼籲嘅説話聽起嚟呢，又好似係上帝嘅名咁樣，但係又有一種咧神聖嘅意味喺裏邊之餘呢，仲有一種嘅詩情畫意喺裏邊。明白呢句説話嗬？女主角要耶路撒冷嘅女子發誓嘅目的係乜嘢呢？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你幾時會用呢句聖經啊？當你老公唔起身嘅時候，唔好吵醒佢啊，等佢瞓多陣，係嘛？等佢自己情願起身先至算啦，係嘛？點解呢個係一個緊急嘅呼籲？我中意 The Message 嘅翻譯。The Message 譯做咧 ，Don't excite love, don't stir it up until the time is right and you are ready。唔好激動愛情，直等到時機成熟，而你亦都準備好。弟兄姊妹，唔好誤會。等他自己情願啊！雖然和合本聖經所用嘅係企人邊嗰個他，不過等他自己情願呢句説話裏面嗰個他呢，喺呢度其實唔係指緊男主角啊，而係指愛情。嗱，女真中譯本就譯做咧，別挑起愛情。嗱，咁就譯得好啦。等他隨意自發，佢就用死物他嚟到去等他自己隨意去到自發，咁係咩意思？女主角點解會咁講呢？嗱，咁我哋要睇一啲上文，1章第2至到第4節。1章第2至到第4節，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嘅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願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嘅愛情，勝似稱讚美酒。他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嗱，有關第2節至到第4節咧，讀完之後，彷彿俾我哋一個感覺，呢一位女主角好似好熱情咁樣㗎。嗱， The Message 咧將第2節嘅上半節譯做咧 Kiss me, full on the mouth。希伯來文就只有3個字嘅啫。願他與我親嘴，從許多的親嘴他的口。中文好多個字，希伯來文3個字嚟嘅啫。咁係咩意思啊？嗱，即係話呢位女主角佢好渴望同男主角嚟到去親嘴，並且唔止一次，係好多次㗎。因為呢半節經文咧可以解做咧一連串嘅熱吻啊！嗱，事實上女主角嘅説話亦都係充滿住激情嘅一種表達嚟㗎。甚至你讀落去，俾我哋感受到嘅呢位女主角好似係冇乜女性嘅矜持咁添，係嘛？
第4節嘅上半節，王帶我進了內室。呢度提及到嘅王呢，有舊約嘅學者就認為咧，呢度我哋唔能夠按字面嘅理解嘅，因為如果從文學嘅手法嚟到睇咧，呢度係指緊男主角喺女主角嘅心目中咧，好似一個王咁樣樣啊！你係我嘅乜嘢啊？嗰啲你係我嘅王啊！咁樣樣嚟到高舉緊呢個男主角嘅關係，而咁樣嘅理解咧，就同第2、第3節所記載呢一位女主角嘅好熱情嘅表達咧，可以講係好一脈相連嘅一個意思。作為雅歌書嘅開頭，一個對愛情更加準確，應該係對男主角咁激烈嘅追尋，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愛情就係咁樣，好似呢個女主角咁樣，赤身露體並不羞恥。乜嘢意思啊？正如剛才所講，按照創世記第2章裏邊嘅記載，喺亞當夏娃犯罪之後呢，佢哋原本嗰種赤身露體並不羞恥，變成咗知道自己係赤身露體，就攞無花果樹嘅葉嚟到去編織衣服，去遮蔽身體。嗱，弟兄姊妹，從亞當夏娃喺犯罪之後咁樣嘅一個舉動，我哋可以見到罪扭曲咗我哋今日對於愛情裏邊嗰種熱烈而又坦蕩蕩嘅情懷。事實上，亦都混合咗好多嘅雜質喺愛情嘅裏面。所羅門嘅婚姻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嚟噶啦。我哋今日嘅主題，重尋親密關係，重尋親密關係。雅歌嘅作者喺書卷嘅開頭就以女主角咁熱情嘅表達，或者就係要我哋明白，其實喺上帝裏邊嘅愛情就係咁歡欣噶，就係可以咁熱烈噶，就係可以咁坦蕩蕩噶。冇關乎從第2節嘅親嘴係一個親密嘅觸覺，同埋酒係一個味覺嘅感受，去到第3節膏油嘅馨香係嗅覺嘅吸引，以至到第4節願你吸引我裏邊嘅吸引呢個詞，吸引呢個詞佢所表達嘅嗰種拉啊扯嘅動作，一連串嘅描述，係要俾我哋睇到女主角對男主角嗰種嘅激情。不過呂振中譯本就將第4節咧譯做咧，願你拉我跟着你，我就快跑。值得留心嘅係，我們呢個詞喺呢一度所指嘅係男主角同埋女主角。咁係咩意思呢？雅歌作者要我哋明白嘅係，喺女主角嘅激情嘅背後，男主角對於女主角嘅回應其實亦都係好即時噶，冇延遲到噶，亦都唔係無動於衷噶。透過咁樣嘅描述，聖經作者其實係要我哋知道，佢哋兩個人其實係兩情相悅噶咯。你明嘛？唔係女主角對男主角咁簡單噶。親密關係就係咁，係彼此嘅，係共同嘅，係你努力嘅時候，我都要努力。親密嘅關係嘅美好，其實就係咁樣樣。不過問題係乜嘢嘢？問題係點解有時我哋會唔願意去做呢？而你又唔願意去回應我嘅呢？呢個係我哋喺第2堂會集中去處理嘅一個問題。透過雅歌書翻嚟呢段聖經，係噶，哪怕有人讀到第4節，王帶我進了內室呢句說話嘅時候呢，會好驚訝呢個女主角，哇，好似對於性有一種好大嘅期待咁樣樣。因為內室呢個詞呢，通常係表達緊新房咁樣嘅意思。
但係如果從第2至到第4節嘅整體嚟到去講嘅話呢，聖經作者喺呢度其實唔係要去表達性關係嘅意義。事實上，從第2節嘅上半節用嘅第3人稱嗰個他，去到第2節嘅下半節轉用嘅第2人稱嘅你，嗱，呢一種喺語法上面輕微嘅轉變呢，其實係希伯來文嘅詩歌裏邊呢常用嘅表達嚟嘅。目的係要加強呢一下呢個情景底下嗰種嘅親密感，使到經文同經文之間喺呢一種親密嘅表述裏邊呢，好似係一層一層一層越嚟越增長咁樣。咁樣嘅表達同剛才所提及到嘅親嘴、膏油嘅馨香，去到吸引呢，以至到呢度嘅內室呢，大概好平衡咁樣俾我哋見到一層又一層將兩個人嘅感情好深化嘅表達出嚟。嗱，如果係咁嘅話呢，我哋就明白雅歌嘅作者喺第4節嘅上半節所要俾我哋睇見嘅，確實唔係乜嘢性行為嘅表達，卻係要表明呢一個女主角同男主角之間嗰份深厚嘅感情，而呢一種嘅深厚呢，更加係一層一層一層咁樣嚟到去增長。明我意思嘛？好似深咗啲可解經嘅過程嘅裏邊，咁樣嘅開頭，弟兄姊妹理解雅歌係好重要嘅，因為佢幫我哋定落一個基調，話俾我哋聽，我哋應該點樣讀雅歌。你再讀落去第4節嘅下半節，第4節嘅下半節其實好有意思嘅。點解咁講呢？當上文記載住女主角對男主角嘅愛情之後，第4節嘅下半節呢，我們要稱讚你呢一個嘅短語裏面嘅我們，到底又係指邊個呢？唔係女主角，唔係，卻係第5節嘅耶路撒冷眾女子。雅歌嘅作者唔單止表達緊男女主角之間嗰種兩情相悅嘅深厚，佢甚至乎要話俾我哋知，眾童女就好似合唱團一樣，同女主角一齊嚟到去歡欣，一氣呵成嘅，將嗰份嘅熱烈嘅情懷咧不斷向上嚟到提升，係好高興嘅。並且女主角嘅一句，他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正好就俾我哋睇見呢個女主角對男主角嘅愛情絕對唔係嗰種所謂嘅情人眼裏出西施，因為呢一份愛情係被眾童女所認可同埋接納，甚至係鼓掌嘅讚賞。即係話無論係主觀嘅抑或係客觀嘅因素，總而言之，佢係愛啱咗人，嗱，弟兄姊妹，如果係咁嘅話呢，咁係乜嘢令到女主角喺2章7節裏邊要講呢一句說話呢？嗱，從1章第2節去到2章第7節嘅整個上文，呢度係一首愛慕之歌嚟。喺呢個愛慕之歌裏邊，俾我哋見到嘅係女主角喺感情熾熱嘅時候，佢懸崖勒馬，佢要耶路撒冷嘅眾女子明白，愛情自會有佢嘅時間，等佢自願嚟到發生，唔能夠勉強㗎，亦都唔能夠喺唔啱嘅時候用人嘅方法嚟到去挑旺佢㗎。事實上，上帝係喺其中掌管嘅，所羅門咪就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鑑戒咯。咁呢段聖經對我哋有乜嘢重要啊？再讀多2節聖經，請大家揭一揭去創世記第2章第5節。創世記2章第25節。創世記2章25節裏邊，聖經就話啦，因
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3章第1節，耶和華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嘅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嘅果子嗎？嗱，點解要讀呢兩節聖經呢？喺希伯來文裏邊呢，2章第25節赤身露體同3章第1節狡猾呢，係同一個希伯來文嘅字根嚟嘅。嗱，咁有咩意思啊？從起初赤身露體並不羞恥，以致亞當夏娃喺犯罪之後驚覺彼此嘅真相，甚至被逐出伊甸園。雅歌嘅作者問緊我哋，喺園外伊甸園外，到底我哋喺親密嘅關係上面，仍然係經歷緊掙扎、矛盾，甚至係好多嘅唔安全、唔信任，繼續破壞緊親密嘅關係？抑或喺伊甸園外，我哋好努力咁樣去為上帝所預備緊俾我哋嘅親密關係嚟到去保養顧惜啦。以弗所書第5章所講，以致我哋可以重尋嗰一份單純、坦誠、無添加嘅愛情啦。係你睇見我，我亦都睇見你。你係我嘅佳偶，我係你嘅良人。抑或我哋跌入咗嗰種互不理睬啊，又或者好自我中心嘅愛情，以致我哋都只係睇見自己，卻睇唔見對方呢？如果我哋喺創世記2章25節同埋3章第1節中間加插咗成個雅歌書落去呢，咁就好有意思啦。你要追尋嘅係上帝最起初創造嗰種美好，亦話喺園外我哋就繼續失敗落去啦，包括婚姻、家庭關係都繼續失敗落去啦。雅歌嘅作者，佢要透過呢一卷書，唔單止讓我哋重新發現伊甸嘅愛情，佢甚至乎係要我哋向往呢一種親密嘅關係。喺我哋今日，你同我都活喺伊甸園以外嘅時候，我哋就係咁樣容讓上帝原本嘅創造裏邊嗰種嘅美好繼續埋藏落嚟咯，繼續失去咗佢咯。抑或其實我哋好想，我哋好努力去追尋嗰種嘅美好，建立美好呢？到底我哋嘅期待係啲乜嘢嘢呢？真愛、婚姻嘅關係固然係上帝嘅旨意，但同時間喺愛情嘅裏面，其實我哋都要繼續努力㗎噃。唔係簽咗婚書就 OK 嘅噃，卻係我哋要繼續努力去到打拼嘅噃，去回復美好嘅噃。係㗎，整卷雅歌裏邊的而且確冇提過上帝，不過整卷書其實都引導緊我哋嚟到去思想創世記裏邊上帝做男做女之後嗰種親密同埋美好啊。點解咁講啊？我哋再睇多個例子，第7章雅歌嘅7章第10節，雅歌嘅7章第10節裏面，聖經話呢：我屬我的良人，他也戀慕我。雅歌書第7章，從第1節至到第5節，係男主角對女主角身體嘅一個好親密嘅描述，而第7章嘅第6至到第9節啦，就表達緊男主角對女主角好強烈嘅愛慕。嗱，所以唔係淨係個女仔追個男仔㗎，男仔都一樣咁愛佢㗎。其實去到第10節啦，第10節女主角話：我屬我的良人。嗱，呢句唔難理解嘅，不過
他也戀慕我，又係咩意思呢？當你讀到戀慕呢一個詞嘅時候，你又有咩感覺呢？值得留心嘅係乜嘢？值得留心嘅係喺希伯來文裏邊，戀慕呢個詞呢嘅希伯來文出現過3次，喺整卷舊約嘅聖經裏邊出現過3次，呢次係第3次嚟噶啦。咁第一次同第二次喺邊度呢？有冇印象啊？創世記第3章第16節，創世記3章16節，喺亞當夏娃犯罪之後，佢哋受咒詛。3章16節話，又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嘅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受苦楚，你必戀慕你嘅丈夫，你丈夫必管轄你。第二次呢？第二次都係出現喺創世記，跟住創世記第4章嘅第7節。創世記4章第7節呢，就唔係亞當夏娃啦，係該隱亞伯嘅故事啦。4章第7節話呢：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他必戀慕你，你卻要制服他。總共3次。不過如果你讀完創世記呢2節聖經，你就會發現呢2次用到戀慕呢個詞嘅時候呢，都係好負面㗎，都係好負面㗎。夏娃受到戀慕丈夫嘅咒詛。第二呢，罪惡嘅慾望主宰住該隱，2次都好負面㗎。嗱，所以如果根據呢2次負面嘅使用戀慕呢個詞嘅時候呢，咁我哋好難想像，點解雅歌嘅作者要喺呢一度用一個咁特別又咁負面嘅字㗎，嚟到去描述男女嘅關係啊？你明我意思嗬？事實係乜嘢呢？按照雅歌嘅上文，一直以嚟男女主角關係嘅發展，其實都唔係負面嘅。同時間一直以嚟都俾我哋見到佢哋2個人之間嗰種好平等嘅相愛，女追男，男亦都愛女，好彼此欣賞。加上男主角亦都剛剛喺第7章第1至到第9節裏邊呢，以身體嘅頌歌嚟到去讚美女主角。大概俾我哋感受到佢對女主角嗰種愛慕其實好對等嘅。如果雅歌所要展現出嚟嘅，正正就係伊甸園起初亞當同夏娃嗰種美好而親密嘅關係嘅話呢，嗱，咁樣呢一度所用嘅戀慕就可以除去佢裏邊負面嘅元素，要搣甩咗嗰種親密關係裏邊負面嘅元素，重新發現男女親密關係裏邊嗰種好純正嘅戀慕其實係點樣樣，甚至係補充咗創世記喺第3章人類犯罪墮落之前男女關係嗰種嘅單純、親密、溫暖同埋愛情。戀慕其實係可以好正面嘅，可以一啲都唔負面嘅。係罪嘅進入扭曲咗男女親密嘅關係，係罪嘅進入使到親密嘅關係唔再單純，係罪嘅進入使到喺上帝嘅創造裏邊原本係最純潔、最親密嘅關係破壞。嗱，冇關乎愛情或者婚姻，成為咗好多人嘅傷害。點樣能夠去重新發現呢一份嘅親密關係呢？既然我哋今日都唔喺伊甸園裏邊嘅時候，點樣可以重拾美好呢？呢一個圖，按住呢一個圖，呢個圖係一個學者嘅研究，然後去做嘅一個嘅表述。佢所講嘅係乜嘢？佢提醒緊我哋，上帝係婚姻嘅設立者，所以佢會以間接虛線嘅箭嘴同埋直接嘅路徑嚟到參與緊喺我哋嘅婚姻關係嘅裏面。
所謂間接嘅路徑係乜嘢呢？一方面係藉住上帝説話嘅教導同埋提醒，嚟到去建立一種合乎上帝心意嘅價值觀啦。嗱，所以讀聖經好重要。另一方面呢，就在乎於信徒之間嗰種嘅互相嘅守望同埋支持，並且領受上帝嘅教導，成為我哋彼此嘅提醒。所以喺教會嘅生活裏面，有上帝嘅話，亦都有弟兄姊妹成為我哋嘅同行，成為我哋嘅幫助。直接嘅路徑啦，按住呢個圖所講，就係透過上帝嘅 being 佢所示，使到夫婦兩個人更加願意去尋求改變，學習效法上帝，亦都透過上帝嘅工作，佢嘅 doing 顯明咗上帝好真實咁樣臨在喺我哋關係嘅裏面。所以從上帝嘅計劃到上帝間接直接介入喺夫婦嘅關係嘅裏邊呢，就產生咗三個好重要嘅果效。第一，使到婚姻關係能夠穩定合一，最右手邊個圖。第二，使到兩個人能夠一齊追求成長。第三，使到夫婦能夠享受喜樂同埋平安。信仰喺我哋嘅婚姻家庭生活裏邊係非常非常重要嘅一個元素。上帝喺我哋嘅婚姻裏邊嗎？喺我哋嘅家庭裏邊嗎？喺我哋嘅親密關係裏邊嗎？你話係，我係喺禮堂去簽署噶嘛？咁上帝有冇持續不斷參與緊喺你嘅婚姻家庭裏邊呢？第一世紀嘅拉比亞基帕，佢咁講，佢講咗一句好有意思嘅説話。佢話整個世界都不如當雅歌給了以色列的那一天，要不是律法已給了以色列，雅歌足夠指引呢個世界。要不是整個世界不如當雅歌給了以色列嘅那一天，要不是律法已給了以色列，雅歌足夠指引呢個世界。弟兄姊妹，佢將律法同雅歌放喺同等嘅地位。你可以想象點解雅歌係歌中之歌？點解雅歌咁重要？的確嘅，坦白咁講，今日我哋嘅教會都係從唔同嘅婚姻家庭所組成㗎。如果我哋嘅婚姻家庭都能夠好健康，如果我哋都能夠喺婚姻家庭裏面經歷呢一種上帝創造原初嗰種單純美好嘅話，咁我哋嘅教會呢一樣嘅，一樣係咁樣樣。我哋成日都講㗎，教會係我哋嘅家嘛，係咪？唔係清潔先一齊參加㗎嘛。教會係我哋嘅家，我哋一齊要共建呢個地方。伊甸園裏邊婚姻嘅美好單純有幾好啊？喺你嘅婚姻家庭裏邊見證，喺你嘅教會生活裏邊見證咯。呢個正正就係雅歌書猶太拉比俾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提醒，容讓我哋再諗多一層。如果雅歌嘅作者佢刻意咁樣將男女主角嘅故事聯繫到去創世記第2章，俾我哋去學想伊甸嘅美好嘅話，咁樣當下喺伊甸園外嘅我哋每一個人，又有冇同樣學想緊伊甸園嗰種嘅美好呢？我意思係唔係只係喺戀愛婚姻生活上面，卻係我哋有冇好努力咁樣戰勝罪惡、誘惑、試探，以致我哋都可以同上帝有和諧美好嘅親密關係啦。重尋親密關係嘅美好，唔係要返到去一種理想化、冇現實張力嘅愛情，唔係，我哋都返唔到去嘅，卻係喺當下呢一個墮落嘅世界、破碎嘅世界嘅裏邊，
重新返到去上帝起初嘅心意。好似雅歌所呈現嘅愛情，既可能被扭曲，但亦都同時可以被更新同埋潔淨。婚姻嘅關鍵唔在於激情嘅強弱，而在於夫婦我哋兩個係咪願意喺上帝嘅面前學習真誠、專一、彼此回應。當人放低我哋嗰種嘅自我中心，願意俾上帝介入嘅時候，愛情就可以從佔有轉化為委身，從不安轉為安穩。重尋親密其實係一條屬靈操練嘅道路，喺關係裏邊學習望見對方、睇見對方、接納對方，並且喺恩典裏邊一步一步咁樣重建嗰份單純卻係榮耀上帝嘅愛。雅歌嘅第一章設定咗一個創世紀嘅背景，嚟到俾我哋去發現，原來唔係淨係雅歌書呢對男女先可以享受親密，你同我都得，你同我都得。當我哋每個人都喺伊甸園外打拼嘅時候，弟兄姊妹，我哋點樣嚟到去重新去建立呢一份美好啦？我哋點樣可以去重新成為上帝喺地上邊一個美好嘅見證，話俾人聽，婚姻家庭其實可以係好好嘅啦。我預備咗一首詩歌同大家一齊嚟到去唱嘅。呢首詩歌咧其實好耐噶啦，我記得我認識咗呢首詩歌都起碼有20幾年，我懷疑佢嘅歷史都唔止20幾年添㗎。我願意給你，有冇弟兄姊妹唱過呢首歌啊？有嗬，好少喎。咁你唱過呢首歌，你都應該有翻咁上下嘅年資喎，應該嗬。不過你未唱過呢首歌咧，可能因為呢首歌太新嘅對你嚟講，20幾30年都。我不如請司琴彈一次，我哋聽一次，亦都睇一次呢啲歌詞，好唔好啊？然後我哋就唱啊！我請司琴彈一次。我請敬拜隊幫我哋唱一次啊！我願意給你，讓我哋喺位裏邊有啲安靜祈禱嘅時間。整個的生命，固然為你所聽到嘅禱告，無論是苦楚快樂，我願仍然給你。上帝今日向你嘅講話係乜嘢呢？渴望你。亦都為我哋嘅婚姻家庭去禱告，有啲乜嘢窒礙咗我哋嘅親密關係，同上帝講啊！
求上帝俾你力量，同你嘅配偶去突破佢啊！我哋一齊唱呢首詩歌。我願意給你整個的生命，無論是苦楚快樂，我願仍然給你，盼望你傾聽，盼望你安慰，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也有着你。我願意給你整個一生路，前面是崎嶇滿途，我願仍然跟你，盼望你鼓舞，盼望你牽引，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永遠屬你。請司琴繼續彈啦，我哋一齊祈禱。上帝，你聽見我哋一班弟兄姊妹剛才嘅祈禱，無論係我哋喺今日下午呢個時間對雅歌書俾我哋嘅提醒領受，抑或係我哋嘅婚姻、我哋嘅家庭，我哋要面對嘅障礙難處，上帝，我哋一一交喺你嘅手中，求你幫助我哋，幫助我哋。係啊，我哋唔一定可以即刻好似雅歌書呢一對男女咁樣，返到去一份咁單純、咁親密、咁熱烈嘅愛情。不過主俾我哋有咁嘅學想，同時間俾我哋有咁嘅努力，並且俾我哋恩典。喺我哋做得唔好嘅時候，上主你繼續幫助我哋，亦都幫助我哋嘅配偶，使到我哋一齊能夠經歷親密關係嗰種嘅美好。我哋好想翻去好似創世記所講嗰份嘅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呢一種咁單純、咁熱烈嘅愛。無論我哋今日係咩年紀，主，我哋都可以咁樣嚟到追尋。求你幫助我哋，求你帶領住我哋。假如你嘅配偶而家就喺你旁邊嘅話，我請你伸手拖住佢，我請你伸手拖住你嘅配偶。假如你配偶唔喺你旁邊，冇同你一齊出席嘅，讓我哋自己嘅雙手緊握，默默為佢哋禱告。天父上帝，呢一個係你俾我哋一生到老嘅同行者，求你讓我哋珍惜呢一份關係，幫助我哋靠住你，能夠享受婚姻家庭嗰種甜蜜，
也許我哋中間有好多矛盾，經歷咗幾十年嘅一啲嘅問題。天父上帝，你喺我哋中間嘅時候，讓我哋嘅心敞開，將呢一切攞走，就重新睇見呢個係你賜俾我哋嘅良人。求你聽我哋禱告，奉靠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我哋起立再唱一次首詩歌好嗎？我願意給你整個的生命，無論是苦楚快樂，我願仍然給你，盼望你傾聽，盼望你安慰，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也有着你，我願意跟你走過一生路，前面是崎嶇滿途，我願仍然跟你，盼望你鼓舞，盼望你牽引，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永遠屬你。我唔係好中意咧，大家繼續彈得噶啦。我唔係好中意大家咧一祈完禱就放低隻手，不如你都拖住你個老婆或者你老公啦，好唔好啊？如果佢喺度喺你旁邊嘅話，點解一唱歌就放低手咧？係咪？前面上邊呢啲唔拖得噶，佢哋唔係老公老婆嚟噶，但係你哋得啊嘛，拖住佢好冇 ？Gentleman， 你伸手先，你唔好要你老婆伸手先噶。我拖唔到，師母喺外邊。如果有兒女喺中間嘅話咧，翹住你媽媽，翹住你爸爸。我哋唱第2節，唱多一次第2節。我願意跟你走過一生路，前面是崎嶇滿途，我願仍然跟你，盼望你鼓舞，盼望你牽引，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永遠屬你。使唔使錫一啖啊？我唔好喎，牧師幾廿歲咯，教會唔係幾好喎，咁點會唔係幾好啊？你當日喺教會行禮，你都錫佢一啖㗎，你記唔記得啊？冇啊，冇就而家補翻啦 ，Amy。唔係 Amy 錫老公一啖，係老公主動錫 Amy 一啖，好唔好啊？嗱，我哋俾啲掌聲鼓勵佢之後咧，然後其他嘅夫婦你就做咯。哇！我哋其他夫婦咧，嗱，我唔逼你啦，你做到你就做，好唔好啊？清楚各位。好，我哋今日好深㗎，講第1章係好多好基礎嘅信息，希望大家能夠去有一個對雅歌書開始，雖然深一啲，不過卻係有一個好嘅基礎嘅開始。我哋下一次呢，特別係講到呢夫婦關係裏面嘅互動呢，嗰度從雅歌書有好好嘅一個表達嚟㗎。咁所以更具體，可能對你自己嘅婚姻家庭嚟講呢，都有一個咁樣嘅互動關係都唔定㗎。咁所以呢，希望能夠同大家喺下次呢，再去聽第2講。你下次會嚟，我再問多次。
我好擔心㗎，所以咧我出咗致謝先。我驚你下次唔嚟啦。我而家每一次都要致謝。好多謝協和教會嘅弟兄姊妹嘅幫助，因為佢哋借咗一個好好嘅地方啦。喺我哋咁多次嘅彩排裏邊，佢哋都好幫手，所以好多謝協和教會嘅弟兄姊妹啊！呢間係一間好好嘅教會，所以大家如果你仍然揾緊教會聚會嘅話呢，你可以考慮選擇嚟到呢個地方。佢哋嘅崇拜係朝早11:45。亦都多謝加拿大遠東廣播嘅支持，佢哋一路嘅幫助係啦。咁就遠東廣播有一位同工喺度幫手嘅，你知唔知邊個啊？點解你哋知嘅嚇？出邊以立中心嗰個義工咧，就我太太，佢係遠東嘅同工。咁啊，遠東好近嘅啫，喺對面嘅啫，太古廣場嘅3樓。咁你有興趣想去探訪下遠東啦。另外多謝敬拜隊，請你哋起身接受下掌聲好唔好啊？ Garage Band 啊，接受下掌聲。佢哋咧係新組成嘅樂隊。咁啊，有任何教會機構需要揾敬拜隊嘅話咧，佢哋係好得㗎。其實你頭先見到啦，係咪？嗱，另外我要多謝咧永恆音樂事工嘅同工喺度㗎，永恆嘅同工喺後邊啊，好多謝，好多謝阿 Toby、阿 Ken、阿 Tim 佢哋幾個，因為咧佢哋真係個個禮拜都嚟。所有器材啊、搬啊、插電線啊，今朝早好早就已經嚟 set up 成個場地，咁所以係佢哋好大嘅支持，令到個聚會啦，一切都能夠好 smooth 啦。特別音響器材方面，我哋做得好好啦。音樂佢哋幫我哋一齊去做啦，好多謝佢哋嘅。好，我哋不如一齊起立啊！我哋領受上帝嘅祝福，好嘛？但願賜平安嘅上帝，就係嗰位憑住永約嘅血，使群羊嘅大牧人，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裏邊復活嘅上帝，喺各樣嘅善事上面成全你哋，叫你哋遵行佢嘅旨意，又藉住耶穌基督喺你哋心裏邊行佢所喜悅嘅事情。又願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好多謝各位，今日嘅聚會到呢度，大家可以。